继续来看，总统府甲交通部针对客停车甲游览车，正咧研究纾困的方案，要来补助司机，一个人1个月1万块，要补助3个月，大约有10万的司机会当领到这条的补助。 前几工啊，真侪运将也咧读甲莫咧烧，及时雨特别来啊！即阵啊，疫情影响观光业，尤其减少计程车、游览车的生意嘛受到影响。政府的纾困措施要搁再加码，运输业有计比较艰困企业嘛纳入纾困补助范围。 总统在历次的财经高层会议中，他都会指示行政院跟各部会，就对每个产业的纾困方案来进行研议。 当咧研究的方案包括计程车、游览车业比较艰困企业薪资补助方案，司机每一个人每个月补助1万，总共发3个月，有计大约10万人受惠，总经费大约是34.5亿，有计4月中旬，观光业人员甲司机补贴会当同时上路，不过也佫需要最后的定案，另外补助嘛有条件的。那我们一定是针对这个有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进行对人的补助。 那这个是会跟所有的这个包括车行跟车队来讨论。之前已经有补助油资啊，不过也无够，就希望搁再为运将加油。